好，来继续来看世界卫生大会 （WHA） 11月初9要来复会。欧洲的议会甲世界各国因的国会友台小组的议员，总共有644位，是联名致函予世界卫生组织，全力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。 台湾建协，台湾会使斗相共，印伫日内瓦电车顶，影吧文宣，互人印象真深。新冠疫情，台湾的防疫有成果，成功经验各国拢想要学。超过600多位欧洲国会议员，包括英国、德国、甲法国在内，联名致函予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，替台湾加入 WHO， 并且出席今年11月份的 WHA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接受访问时嘛，表达感谢。 相关的国会议员都对我们表达支持了哈，不过还要看后续的情况。若是我都参加 WHA， 加上台湾的东洋处理德国 BNT 疫苗破局，敢会影响咱提新冠疫苗优先顺序？我们跟 COVAX 的联系，过程是非常的顺利，那也没有任何说对于我们不是 WHO 国家就有不同的处理模式，是跟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机会。 望台湾的新冠疫苗会使赶紧上市，并且顺利加入 WHO， 和各国唔来使参考台湾的防疫经验。在面对有可能有第2波疫情发生的同时，对着台湾处理疫情的资讯有帮助。